今仔日這雨有落較厲啊，也毋過呢，這高雄市是連續落幾啊天的大雨，所以真濟大這路基攏流去。佇個高雄都市總館頭前的中華路呢，昨暗是有公車的後輪規個安尼落落去土坑內底，加在這車頂的人全部攏平安。另外，佇個高雄林尾的八德路嘛是因為落大雨，這路基流去，市政府趕緊派人去處理。高雄都市總館附近的中華路，25暗時8點外，公車瓦站，乘客打落車，公車雄雄閃一下，隨去一邊。司機甲乘客攏走落來看，發現後輪已經落落坑內底，民眾趕緊報警，落尾吊車來鬥救，公車順利脫困，車頂34位乘客嘛攏平安。落落去迄搭，水利橋先坑塑膠筍圍起來，天光了後，趕緊派怪手來處理。不一個共一個路段差不多100公尺，煞又個刷刷有2搭落落。里長講，自從附近做下水道，中華路都一直落坑，幫一屆補一屆，真正毋是辦法。這中華5路剛好講遮濟坑，毋是講落雨會產生呀，應該是內底是毋是還有其他問題，還是工程上有啥物技術上的問題，要咱改善，會當解決這個問題，袂當摕阮的人命咧做試驗嘛。另外，仁武的八德路嘛，因為大雨路基流失，民眾講25早起發現有一坑，毋過愈換幫的範圍愈大，已經影響到人行道。里長趕緊通報水利局嘛，隨派人來查原因。初步了解，敢若是暗坑甲水管攏逼拱造成的，會先做搶修，避免佫繼續崩。來個人這款鐵柱條下來，他驚講規個人影響到規個厝攏影響的，所以今日嘛叫因水利局啊，緊來把這處理也好安尼啦。先以這個填平這個相關的這個修補的這個工程呢立刻同步的來做進行，也務必在整個今天開始呢，維持所有的主要幹道交通的一個通暢。高雄這場雨自頂禮拜6落到今，包括前鎮公西路、中華路、仁武、南馬溪等等，較大台崩塌已經有6搭，民眾毋茫會當全面巡查，若無行佇個路裡，真正心驚驚。市長講會先做緊急搶修，以恢復交通順序為原則。記者柯家族、柯朝陽、高雄場報道。